阮的一间的活动吼。这是咱的老河山过去来参班的一个形影。 还有伫咱原厂活动的，咱嘛是办敬老咱的干部会。这是咱二号省长落成的时阵，咱的老河山嘛是伊啊参与办班的形影。要伫运动，要伫国外，要伫国内，因开放的脚步，不管是行遍台湾全省，也是行遍了世界各国。过去的形影拢留落来，而且要互咱看，要互咱感受。108000里路，毋是一条简单的路。 咱所有爱上河城单位的老河山，咱拢跟随着咱老前人，依据咱前人的领导甲脚步，一步一步，咱迈向世界大同的目标来咧打拼，来咧努力。我嘛真青春，真少年，但是咧一步一步，因的面容加了疗痕，但是咱们的心内影者并毋是疗痕，是受刀行过的影者，迄是受万刀的精神，迄是代表咱去学习的精神。 环境，迄个真正是占偏僻，嘛是无方便。但是咱的老河山，嘛是行甲到，嘛是安尼去遐个办道，甲道路开拓甲世界各国。这张应该是咱原厂活动，咱原厂活动过去嘛有办过敬老干部会。 咱大家拢是真正是信歌团的上优秀的歌星，虽然捌字，但是歌曲配起来唱了无一句有点难，唱了阁是上好听的。这来自中国在开放的时阵的形影。 19年老河山合影活动的时阵，108000里的归路，咱一步一步，咱拢无放弃。老河山虽然年纪慢慢有较济，但是因的功果满满，因的精神甲想法永远袂停止。咱掌声再一次感恩咱老河山，咱老下影者。现在咱就要来恭请咱的前人为咱来致联合感恩会开班致辞，咱大众请起立，恭请前。